拜登宣布佮放出1500万桶战备石油，要继续压油价。不过有人认为拜登的这积极，拢是为着救民主党的国会大选。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警告讲，中国上紧今年就来拍台湾。日本媒体报道，美国按说甲台湾合作做伙生产武器。美国头一位关注明年女太空人曼恩顺利到国际太空站，将利用卫星分享做太空任务的行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11月份，美国就要举行国会大选，这阵执政党民主党的声势算是无介好，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只剩4成。今日就带大家来看美国内政的部分。头先来看民生经济，因为油价甲粮食的价格大起，美国通货膨胀的情形是真严重。为着要甲物价压落来，美国是只好省绿色。不过有一好就无两好，排贷款的人大头是愈来愈重。所落来看社会议题，今年中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一个判女性有权利摕囡仔案例，几个较保守的州小选立法禁止女性摕囡仔。有一女性就认为讲人权受到迫害。也阁有因为美国是常常发生枪杀案，拜登的民主党就主张讲严格管控枪，煞是引起需要枪甲制作枪的团体反对。在这么侪争议当中，拜登这阵是宣布要放出1500万桶的战备石油，要继续来压油价。拜登嘛保证讲，若是选赢，就会签保障摕囡仔权利的法案。另外，民主党禁攻击性武器的法案，众议院嘛已经通过。拜登的这挂政策，除了是要处理内政，某人认为讲伊会遐尼积极，根本就是为着要救选举。美国总统拜登拜三宣布再度放出战备石油，以稳定市场价格。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will release another 15 million barrels from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extending our previously announced release through the month of December. 拜登也表示，一旦石油继续报价每桶70块美金，政府就会收购以补充战备石油。石油公司会当放心投资提悬产能，伊同时强调，油价已经比今年较早的高峰达30%，也毋过降的速度会当搁较紧。拜登拍拼控制油价原因就是国会后个月就要举办期中选举，为了推出选票，拜登也答应，只要选民和民主党保住参众两院的优势，就会将罗素韦德案透过立法，使对台权加做国家法律。I want to repeat it again. The only sure way to stop these extremist laws that are put in jeopardy women's health and rights is for Congress to pass a law. 拜登的努力有偌济效果，有也唔知影。也毋过路透甲约普所19公布的调查显示，拜登支持度只有40%，甲顶礼拜差不多。我建议就任了后的上佳水平，这也互民主党的选战拍甲真辛苦。The Democrats might pick up one additional seat or hopefully two to hold on to the majority. I think that it will be a tougher race for Democrats to hold the House. 外界有讲，民主党将在其中选举保住参议院，也毋过要再度掌控众议院并不简单。若讲共和党摕到众议多数，未来拜登政府想要推行法案，恐惊更较困难。公司新闻市阮梁平玉。英国民众毋望首相 Truss 就任头一件爱解决的代志，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想袂到煞是愈舞愈嗨。英国今年通货膨胀钱变薄的比率已经是超过10%，是42年来上界悬的。食食已经起1成4%，交通运输起1成，日常用品嘛起超过1成。英国央行的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的情形压到2%以下，所以讲11月份是真有可能的升利息。升利息的目的，就是要互市场的换钱较少，互钱较好价。不过钱若是无流通，经济活动就会变歹。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预告讲，英国明年的经济是有可能会行倒退负成长。另外，前几天Truss 才拄甲财政大臣换掉，但佫甲即马内政大臣佫是家己请辞，这已经是1礼拜来第2届换高层的官员。脚步正紧，今日东联国首相官舍。前运输大臣夏普斯取代布瑞佛曼，将做新任的内政大臣。这是高级催人者上任的首相特拉斯，在过去1礼拜内第2遍换内阁的高阶官员。That nonetheless means it's doub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we are doing absolutely everything in the basic areas. Jeremy Hunt, I think, has done a great job of settling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at mini budget. 前内政大臣布瑞佛曼误用私人电子邮件信箱传送各部门今日请示，严估伊伫咧实际配内面也暗示，特拉斯也应该为家己犯的错误负责下台。严估特拉斯是强调，伊袂因此退缩。I am a fighter and not a quitter. I have ac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conomic stability. We have been clear in our manifesto that we will maintain the triple lock, and I am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it. So is the Chancellor. 特拉斯政府想要透过改图建立强化能源的供应，但过英国又按面临着通膨的压力，高价消费者物价指数去10.1%，是伫咧7月了再度到40年来上悬点。英国财政大臣讲，政府将会优先帮助上弱势族群，同时推动长期稳定经济的措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我等来看咱台湾的财经消息。今日咱台湾的股票甲台票汇率是拢落，台票换美金今日是落8.5分，即阵是爱32块1角外才会当换到1块美金。也若是台股的部分，盘中是捌落超过270点，下到剩无12700点。上盘进前是有起哩，收伫咧12946点。金管会顶一日提出限空令，要来稳定股市，不过效果好亲像是无介好。金管会就表示，会注意外资抽资金的情形。台股20跳空开价，盘中大落超过270点，落破12700点，佫落破底。不过中昼盘过了后，加权指数中场收伫12946点，小可落30点。市场即个金管会限空令2.0效果无好。这些措施呢，短线上可能会对这些金融工具的使用的限制，那我觉得对于信心的恢复层面效果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示出政府其实有在关心这个盘面，有助于缓解这样子的一个短线的恐慌情绪。那台股乌冰红，台积电收盘前嘛升级冰红，收397块起2块，不过到尾也是无法度转来到400块，面临7达10条的保卫战。监管分析师是讲，台股甲台积电后续也阁有起价机会，不过台票对美金的汇率持续落价，上价来到32.164，报1.42角。不过尾盘央行进场调节有较收敛，收伫32.107，报8.5分。如果我们可以升到1码。或者是甚至来的更多一点，那这样新台币走贬的趋势就会比较缓和一点哈。那要不然的话，这个32.5块这个数字，也许在今年年底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了。或者是讲，除去央行伫年底前甲美国联准会同款都好多相关利息，新台票落价趋势才会收敛。另做明年美金持续走强，台票想要回升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公布2022年4月到9月贸易统计，贸易逆差是11兆外亿票，是有史以来上介济，代表日本贸易纳出去的钱比趁入来佫较济。主要的原因就是物件起价，日票佫无价。就算讲进口甲英国变济物件，嘛要纳佫较济钱出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昨甲昨日是射300多粒炮弹。美国的空军基地即马是伫咧关岛基地部署战略轰炸机，佮派空中的武警机监视北韩的军队。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的四大银行后礼拜公布第3季的业绩，预计今年的利润会因为升利息达到331个英镑。有分析师就预告讲，新财政大臣可能会对因扣重税。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社会安全局昨宣布讲，民众会当修改政府记录当中家己的性别登记，而且唔免交医疗证明文件，尊重个人的性别认同。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有美国的官员指出，美国政府已经检查伫咧乌克兰拍落来伊朗制无人机，分析无人机的技术，安尼会当帮助未来更较精准伫咧无人机攻击进程都甲炸落来。台海局势紧张，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是警告讲，中国上紧今年就会来拍台湾，呼吁美国的海军要随时做好准备。另外，有日本的媒体报道讲，美国即阵正咧考虑甲台湾合作做伙生产武器，由美国来提供技术，台湾来生产。有学者就分析讲，咱台湾甲美国做伙，
咱台湾甲美国买的武器，亲像是汽车飞弹等等，嘛有可能用这款合作的方式在地生产。中国加大对台的军事威胁，引起美方真关心。针对外界讨论，中国2027环台时间点有可能提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吉尔迪是做出上新的警告，无排除上紧今年是明年就会武力环台。美国海军爱先做好准备，随时伫个战备的状态。When we talk about the 2027 window. In my mind, that has to be a 2022 window or potentially a 2023 window.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报道，美国考虑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来加速武器的移交。对这，美国国务院声强调，讲会检视所有的选项。但是台商会的会长韩汝表示证实，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有可能提供台湾更加侪军事品和飞弹。I've seen those reports.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fic to offer as it relates to them. But what I would say broadly is that the U.S. is looking at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ensure that the rapid transfer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Taiwan can take place as swiftly as possible. 外交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报道，我们没有细节可以分享，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台北联合生产武器过去已经有先例，包括派里级的巡航弹、甲建国号的战机。学者分析，相这摆可能是美方提供技术伫台湾组装生产，包括军购案像 M1A2 战车和鱼叉飞弹。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廷昨是宣布讲，真正收入领土的4个乌东地区实施戒严令，限制人民的旅行甲公共聚会。人民的州长甲执法机构有更较大的紧急权利。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普廷应该是发现讲家己行入死路，按算对百姓下手，用恐吓来逼百姓投降。俄罗斯国会上议院联邦院针对并立的4个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也有扎波罗热实施戒严令进行投票，并且通过了，就随批准。法令的规范包括对旅行公共集会限制、更加严格审查机制，执法机构有更加大的权力，会当伫个必要的时阵，伫俄罗斯任何所在实施。普廷19宣布，而且这几个州长也有紧急权力。Именно украинскими спецслужбами был организован взрыв на Крымском мосту. Нами пресечены теракты и в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местах массов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люде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транспорт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ъектов ядерной энерги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напомню, что в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а также в Херсонской 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областях до их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действовал режим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сейчас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формить этот режим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讲，普廷怎么会当用的工具，只敢拿剩吓惊乌克兰的百姓，叫因投降，也毋过无效。That Vladimir Putin finds himself in an incredibly difficult position. 欧洲议会第19宣布，2022年度沙哈洛夫奖由乌克兰所有人民得到，因为因奋力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个奖在1988年创立，以苏联异议人士安德烈·沙哈洛夫获名，主要是表彰捍卫人权或者是民主的个人甲组织。去年的得主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自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欧洲是减用罗西亚的资源，造成因国内电池是规个欠电的情形。亲像用上济罗西亚天然气的德国，本来是按算今年底国内所有核电厂都拢要建起来，无要用核电发电。不过，即阵靠天然气发电是又阁贵又阁无够用，所以讲德国政府是宣布讲，明年4月才要复读核电。另外一个国家芬兰，奥托斯基核电厂新的反应炉即阵算是澎不歹去。芬兰今年的寒人真有可能要面对停电的状况。德国自从前总理梅克尔就任以来，风力等等的再生能源的比例一直增加，核能和化石燃料能源的比例一直降。但是到目前为止，核能占发电的总量共款有13%以上。废核这个政策伫德国嘛是有无共的声音。就即摆核电厂要延后除役，执政联盟的绿党和自由民主党都一直有出声。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克兰罗西亚战争，德国天然气上大进口来源的罗西亚是指控欧盟就制裁的名义，想办法无要付钱给因，加上北溪1号的管线互破坏，无法度送天然气去西欧，互欧盟主要国家的能源价销一直起，艰苦的就是民众。伫维持制裁和提供有够的能源的前提，德国政府决定要延长即马3间核电厂的年限，到明年第一季结束了后的4月中。Der Plan ist, dass das so schnell geschieht, dass wir alles in diesem Jahr auch rechtzeitig fertig kriegen, damit dann tatsächlich diese 3 Atomkraftwerke in dem nächsten Jahr weiterlaufen können, die wir heute in Betrieb haben, bis zum 15. April, soweit das die jeweiligen Kapazitäten überhaupt hergeben. 德国延长核电厂运作的期限，面对党派之争，芬兰是新起好无偌久的核电厂发电机组传出降水的猛不派气。伫芬兰西南方面对瑞典的离岛顶悬，一个叫做奥尔基洛托的核电厂。反应炉本来2005年就会当起啊，但是工程一直延，预算嘛超支。原本2009年就会当开始运作，一直拖到2021年的12月，才稳准会当启动。目前电力公司则讲3号机会当满载发电，所伫维修的时阵才发现降水的碰扑派气。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头一位源自微软女太空人曼恩，坐飞龙号太空船已经顺利到国际太空站。上伊是利用月球的通信，甲地球拍招呼，分享头一届做太空人的心情。美国第一个关注民女太空人曼恩，伫第1摆的太空任务当中做指挥官，和其他3个太空人是坐飞龙号和 SpaceX 的因9号火箭载起伫空中，车落到国际的太空站。45岁的曼恩是对加州来的，由印第安部落拉基族的血统。伊对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毕业，伫海军陆战队做兵，对使战机是真熟。2013年，伊被美国太空总署招来做太空人。2年了后完成训练，19伊是透过卫星通讯分享心情。I feel very proud to be on board the space station and certainly to represent Native Americans and indigenous people on bo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all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on board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太空人做任务的时阵，会当载一寡私人物品，只要莫超过限定的重量。曼恩载的是妈妈送伊的宝棒棒。曼恩讲，伊自细汉就载这，除了会当互部落的囡仔好好啊困，嘛帮助伊度过真侪人生失意。I have that in my crew quarters every night, to remind me of my family and my community. 另外，曼恩嘛是阿提米斯登月计划成员，按算伫2025年去月球速度来到去火星。科学家去宇宙旅行的脚步唔捌停，微博太空吊镜最近团叫做创星之条的相片。这3支条啊是粗型的星星形成的气体含糊做的，伫巨蛇座的马丘星云内面，离地球是6500光年。哈勃太空吊镜伫1995和2014这2年拢有翕到，和倒边哈勃翕的相片来比。微博的相机翕到更较侪发红色光的星星，对研究星星是安怎形成的真有帮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伊朗有一个抗病的女运动员，进前参加国际比赛时阵无戴头巾，互人认为讲是咧支持伊朗国内头巾抗争。伊回国的时阵，民众阁亲像咧迎接英雄共款伫咧机场甲接机。不过，这位女运动员煞是表示讲，伊只是临时接到通知，讲要比赛，才袂记咧戴头巾。另外一个同款是女性的权利受到压迫的伊拉克，这几年女权的观念是愈来愈受到重视。有侪女性拍破保守的观念，勇敢离婚。不过，因面对的社会歧视也是真大的考验。一堆民众伫机场热情欢迎女英雄返来国家。伊拢一个女性的攀岩运动员李卡比，19返来国家的时阵是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原因就是伊16去南韩参加比赛的时阵无挂包头巾，红认为讲是支持国内争取女权的头巾抗争。伊伫比赛了后本来阁失联，外界烦恼讲伊互政府掠去，好佳在上尾是平安伫机场出现。درگیری که با پوشیدن کفش و لوازم فنی داشتم باعث شد که من غافل بشم از حجابی که باید می داشتم و بعدش رفتم رو دیوار رو صعود کردم.
虽然讲李卡比事后是解释讲是临时互要求出赛，才会袂记得挂头巾，嘛讲伊无互失踪，但是外界认为讲，伊互伊拢政府威胁才会做这种声明。伊转来国家迄天是穿有帽仔的外套，伫运动帽仔毋是挂头巾，嘛引起关注。伫因附近的伊拉克最近女权意识嘛一直起来，当地是信伊斯兰教，女性上好是莫离婚，若要离婚嘛有真侪限制。但是最近有愈来愈侪女性拍破保守的观念，开始无想要互婚姻白条。اللي صار بعد الزواج إنه أكو مشاكل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يعني لإله لأنه كان هو ما مستقل ماديا فبالتالي هذا سبب بعض المشاكل العائلية موضوع إنه ما نقدر نستقل وحدنا ما نقدر نطلع مكان وحدنا أكو فد التزامات لازم تكون داخل العائلة أنت لازم مجبر إنه تشتغل عليها وتسويها في سبيل إرضاء الآخرين لأنه هو ما مستقل过去10年，伊拉克离婚的人是愈来愈多，去年都有超过7万对的翁仔某离婚。政府认为讲，这和经济、早婚、和愈来愈多人用网络有关系。当地女权主义者认为讲，女性的观念改变，无过认为讲婚姻就是全部，才勇敢离婚。但是伊拉克的社会对离婚的女性同款是无啥友善，离婚的女性是互歧视，无得互批诉，这状况同款是一大堆，未来还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7万0编译。AI 人工智慧科技是愈来愈厉害，带大家来看全球头一个超现实主义派 AI 技术家机器人艾达。伊唔但向画图，嘛会向写歌，回答问题嘛拢真清楚。不过有人是批评讲伊画图无感情，甲人类的创作袂比值。I am and depend on computer programs and algorithms. Although not alive, I can still create art. 英国国会这边听证会主要目的是要了解 AI 人工智慧加机器人是毋是威胁到传统的艺术创作。艾达2019年制作出来，由工程师、艺术专家加心理学家共同设计，对听证会提出的问题也当做适当的回应。What i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creating art in the future? Role of technology in creating ar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artists find new ways to use technology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reflect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society, and culture. 艾达用目睭内面的点影机、机器手加人工智慧演算法进行创作，并且伫牛津大学伦敦设计博物馆甲威尼斯双年展拢有办过展览。对艾达的作品，真侪艺术家认为艾达毋是人类，无人类的意识也无感情，其实只是复制佮定做作品而已，和伊评价无关。不过，伊的设计者也有话要讲。What is really clear is that people still very much think that creativity is a purely human activity. And I hate to break the bubble, but my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being in this area is that actually creativity is a process. 艾达自2019年以来所创作的作品，总值已经到100万美金，换算代票差不多3100万。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